正元6年，江州爆发贪腐案，四皇子秦川不辞辛苦追查此案。宋阳，江州通判，任内贪赃枉法，数额巨大，天网恢恢，岂容你做漏网之鱼？虽然秦川容颜俊美，文武双全，但他的人生一直是个大写的悲剧。他幼年丧母，深宫之中无依无靠。二哥、三哥，他看重亲情，却被一心夺嫡的兄弟们猜忌排挤，屡次算计，就连感情也极为不顺。秦川，你出来！我告诉你，本姑奶奶看上的男人就没有跑得掉的。皇帝宠臣穆将军之女穆小西，垂涎秦川美色，纠缠不休。为达目的，穆小西特意请得皇帝出面，强行赐婚，嫁给秦川。求来了圆房的圣旨，就不怕你今晚不从？你写这种论文，小心遭雷劈啊！你不懂，这年头写书啊，就是得不走寻常路。这说打雷就打雷啊！什么情况啊？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……小姐，你怎么把盖头给揭开了？你是谁啊？这是在哪儿啊？我是秀儿啊，这里是洞房，您跟瑞王殿下今日大婚，马上就要圆房了。大婚？对呀。我穿进书里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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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我真穿成我小说里的好色女穆小西了呀！这个穆小西开局强嫁男主，作天作地，最后落得了一个不得好死的下场。哎呀，我穿成谁不好，偏偏穿成他呀！等等，不对呀！我现在是作者，干嘛非得按原剧情走呢？我的剧本当然是由我来做主了。王爷，里边什么情况？这王妃在房间里面，她兴奋不已，她还。说，王妃说今晚铁定把你给睡了。王爷，今晚上你可有点差池难逃啊！莫名其妙。弓箭手和套索手都已经安排在四周，到时候只要你一声救命啊！不是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就先下手为强。本王已经拟好约法3章，若是他识趣，倒还是可以给他一个机会。蒙汗药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笑话，本王什么龙潭虎穴没闯过，还会怕一个色女？加油！有。保重。没收。色女猛虎啊！
来啦，随儿吃点吧。洞房花烛自掀盖头，大吃大喝，全京城，你怕是头一个吧？哎呀，反正你也不认我这个王妃，何必在意这些小细节呢？哦，对了，你把外面那些弓箭手啊、套索手什么的撤一撤吧，小心走火。你如何得知？我不仅知道这个，我还知道你现在怀里藏着蒙汗药呢，拿出来吧。你放心，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，绝对不会跟你洞房的。真对本王没兴趣，为何要去求圣旨？这个送你了。到底想耍什么花招？大哥，你以为你是香饽饽，人人都想往身上扑啊？自恋。事已至此，无法改变。那我们就约法三章。第一，你我虽有夫妻之名，但并不会有夫妻之实，你不许觊觎本王。第二，本王生性喜静，如非必要，你不许出现在本王面前。第三，哎呀，第三，就算必要场合，我要与你保持距离，不能和你有半点肢体接触，是吧？磨磨蹭蹭的。好了，我手印已经给你按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俩就是表面夫妻，人前演戏，人后各过各的，谁违反规定，谁就是小狗。本王警告你，不管你在耍什么花招，都不会得逞。男人啊，男人，你不要以为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，就这么自信。我告诉你，老娘可不会因为你一棵树而放弃一整片森林。这洞房真没品位，你自己慢慢动吧。你是什么人啊？我是书籍剧情管理官。你擅自改变了配角的命运轨迹，将要被雷击抹杀。哎，别，毕竟我是这本书的作者，可不可以抢救一下？作者呢有特殊性，那就抢救一下吧。书中世界会自动生成一些任务，你必须按时完成才能保命。任务目标：完成洞房花烛夜，二人共同躺在洞房内睡一夜，则任务成功；否则任务失败。成功奖励回城碎片1块，集齐10块可回到现实世界；失败直接五雷轰顶抹杀。啊？那我……不是吧？还得洞房？王爷，还没睡啊？约法三章第2条，如非必要，不许出现在本王面前。大家都已经是夫妻了，不用搞得这么生分啊。还有事吗？有啊，我刚刚就觉得呀，这洞房呀装的是真好，你一个人住太浪费了。要不今天我这个勉为其难陪你住一晚上？大可不必，本王一个人待着挺好的。门在那边。见外，你这话太见外了。大家都已经是夫妻了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我陪你。你走不走？不走。真不走？坚决不走。你干嘛呀？你谁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王妃。
不住了。对付这种木头，看来只能好好想个办法。穆小西，我说我在梦游，你信不信？就让我睡一晚，行吗？就一晚。约法三章的，绝不会跟本王洞房的。协议我们推迟一晚，明天我保证执行。放手？不放。放不放？坚决不放。求求你了，大哥，你把我放下来吧，我不把你写死了。我给你加戏，我让你第一集就当皇上做大官，我让你黄金万两。王妃，还是对不住了。秦川，你再不开门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新婚之夜哪有把新娘子扔到洞房外的道理嘛，对吧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刚刚想过了，既然你这么看不上我，咱俩结婚也没什么意思，所以我做了个决定，咱们离婚吧。和离。圣旨请赐婚的人是你，现在和离的又是你，真当这是儿戏不成？那你就不用管了，一切都交给我就行了。只要喝了这杯酒，咱们就真正的分道扬镳。你如果觉得在酒里下蒙汗药这种事情很高明，本王还是劝你收手吧。唉，真是世风日下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吗？我怎么可能在酒里下蒙汗药呢？不信，我喝给你看。看，一点事都没有。既然没问题，这杯你也喝了吧。它既然是和离酒，那肯定要咱俩一人一杯呀。所以，还是你喝吧。而且我酒量不好，万一我喝多了，给你酒后乱性，那岂不是完蛋了？你喝。等会儿，我喝就我喝。
恭喜任务完成，获得回城碎片1块。这么容易就获得回城碎片了，那看来集齐10块也不是什么难事嘛。咱们下个任务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新的任务呢，会根据剧情的进展随机出现，去做好准备吧。打水来。哎呀，王爷别数了，我这都倒了第8壶水了。这个女人简直厚颜无耻，太不要脸了，必须给她下马威，否则以后更加无法无天。王爷，宫里来恩使了，皇上给您和王妃赐了早膳。既然有御赐，叫那个女人过来用膳吧。是。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食不言，寝不语，没人教过你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没人说话呀，莫名其妙吧你？就你懂规矩，懂那么多，昨天晚上还不是着了我的道？你还好意思提？大哥，真没人说话啊？王爷，王妃确实没有说话呀。这御膳味道是真不错，就是对面这张臭脸倒胃口。干嘛呀？吃饭呢。饱了。脾气真大，切，输不起。刚才那个女人当真没有说话？确实是没说啊。可本王分明听到了她的声音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王爷，王爷，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要不要属下把太医叫来给您看看？不用，本王好得很。王爷，属下饭前接到通知，贪腐案的人证已经安顿在京城外的秘密地点，对方要求必须亲自见到您，才肯交出关键证据。此案关系重大，涉及到朝堂的各种势力，本王也必须亲自见他。近几日，王府还多了很多眼线，王爷可一定要小心。明日是新人回门的日子，正好可以借此掩饰行踪。岳父岳母大人，哎呦，王爷客气了，可回来了。娘，成婚几日，王爷和小溪相处的还好吧？挺好的。我这个女儿啊，骄纵惯了，刁蛮任性，跟她娘啊，那简直是不一样嘛。你看她娘知书达理，再看我家女儿，以后的日子啊，还请王爷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。岳父大人客气了，您为我大圣国劳苦功高，征战半生，看在您的面子上，本王也会多多包容的。是啊，洞房花烛夜连弓箭手、蒙汗药都用上了，确实够包容的哈。哼哼，长辈面前说话要注意些。我没说话呀。这耳朵不用的话，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。小溪，这个不瞒王爷，我跟剑内啊也是指婚。哎呀，那时候我的心情是相当的。
惊喜呀、特别惊喜。哎呀，又惊又喜。可是随着夫妻之间嘛，日子长了，感情就越来越深厚了。那咱就别站在外面说了。府里备好酒菜，王爷，里面请。哎，对，来，请。王爷，下人的衣服已经拿来了，快马也已在城外备好。有劳岳父大人。王爷查处贪腐案，乃是为国操劳，老夫自然应该是鼎力相助啊。爹，你们在这干嘛呢？王爷在给下人训话呢。啊，哎，去，找你娘玩去。哎呀，我刚从我娘那儿出来，你都不知道，她受了大苦啊！这1个时辰跑了8趟厕所了。哎呦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岳父大人，要不您先去看看岳母大人。好嘞，老夫去就回。还给下人训话，鬼才信呢！原剧情到了这儿，秦川就要乔装改扮去见贪腐案的人证徐掌柜。说完鬼才信之后，你没有再说话吧？当然没有了，你这年纪轻轻的，怎么这耳朵还不好使了呢？今日本王还有要务，忙完之后自会带你回府，你好好留在家里。哦，哎，秦川这可怜的家伙，还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呢。虽然现在外面晴空万里，但是在他和徐掌柜见面之后，突然就会下起大雨，然后徐掌柜急着去解手，没想到就被雷给劈死了。走。来，喝，干！这，王爷，罪民徐大友叩见瑞王殿下。起来吧，不必多礼。谢王爷。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想必你也知道。现在是怎么打算的？若不是王爷出手相救，罪民早已被杀人灭口；若还执迷不悟，那就枉为人了。罪民手中有一本账册，详细保存了那些贪腐官员往来账簿的证据，可以献给王爷，只求王爷能饶恕小民死罪。既如此，那便太好了。按照我朝律例，坦白从宽，若是可以立功，更可以从轻发落。是。王爷，快下雨了，这附近有座破庙，咱们去躲躲雨吧。哎呀，还好这庙不漏雨，这天儿可真邪门，说下雨就下雨。居然当真下雨了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啊，王爷，您提前就知道要下雨啊？徐掌柜呢？哦，他内急解手去了。不好！啊！哎！进来！多谢赵大人及时相救，要不是您，小人此刻已经被雷劈死。
要谢就谢王爷，是王爷救的你。王爷真是神机妙算，又救了小人一命，小人愿肝脑涂地报效王爷。他居然真的差点被雷劈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你老鬼鬼祟祟的看我干嘛？本王在看风景。你看风景，你撩你那边的帘子看就好了，老往我这边看什么？赵铁，哎，徐掌柜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王爷放心，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，徐掌柜很快就会取来账册。徐掌柜，他没死谁没死？啊？没什么，我自言自语呢，不用管我。不对呀，原剧情写的是徐掌柜被雷劈死了呀。账册这个关键证据，秦川后面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得到他的，怎么回事呢？原剧情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本王也在自言自语。哦。王爷，账册已经取到。徐掌柜再三让属下转达对您的谢意。特别好。王爷，王爷，属下有一事儿属实好奇，就是您当时怎么知道那雷会劈在那儿的？如果本王说，本王可以听到那个女人的心声，你相信吗？啊，听到心声？可这他心通的能力，不是江湖术士骗人的把戏吗？本王也觉得不可思议。可是，晴天下雨，证人解手，雷劈证人这些事情，都是本王从那个女人的心里听到的。事实摆在眼前，不得不信。这么说，就是王爷听到了王妃的心声，然后救下了徐掌柜。可是王妃，她是怎么知道的？本王也无从得知。哎，王爷，那您是听得到所有人的心声，还是只能听到王妃一个人的呀？要不，您试试，看看能不能听到属下的。不行，什么都听不到。嘿，什么呀，王爷？属下刚刚的确什么都没有讲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呀？此事必须弄个清楚。杏儿，你快看，这鱼吃的多滑呀！哦，赵铁，哎，今天这天气还不错，你看，哦，这鱼儿看着也分外的欢呢。哎，你也在啊？不用说了，我懂。约法3章第2条，别出现在你面前。你看吧，我走。素不拉几，一品真差。小姐，你慢点，有点跟不上了。跟着感觉走，5、6、7、8，快，5、6、7、8，go，嘿，嘿。
没错。喂，一起。六七八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今日天气还不错，本王也觉得应该锻炼一下。行，那你在这练着吧，我先走了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不协调啊，运动是没有用的。一个大男人穿得这么严，闷骚。走。哦，是小姐。这什么舞？还挺累。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圆，好美啊！是啊，在我们那个城市，看这种月亮都得用望远镜来看。啊？赵铁，哎，今晚这月色可真不错。真不错。怎么哪儿都有你，阴魂不散。月明星稀，正是赏月好时机，本王在此有何不可？真是服了你了。小姐，我怎么觉得王爷是想跟你一起赏月呢？想多了吧你！某人啊，巴不得早点把我赶出王府。秀儿，咱们走。衣服倒是真不少，换挺勤啊。这今天晚上的月亮可真是又大又大呀。王爷，这几天接近王妃那么多次，有收获吗？这个女人，脑子里想的东西千奇百怪，层出不穷。这些词语，本王完全看不懂是什么意思。歪饭、空调、手机、麦当劳。来，坐吧。你可有想法？这歪饭，一看就是一种食物。可是这空调、电脑，没听过。还有这原剧情。哦，对，原剧情也没听过。本王初步估计，这原剧情应该是个人名，并且本王多次从那个女人的心里听到这个人的名字。这个人又圆还巨大，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。此人不知是何方来历，并且他与穆小西的关系定然匪浅。穆小西所做的很多事情，应该都是受到此人的指引，必须好好查查他的底细，弄清楚他们的意图。是。王爷，韩王殿下求见。请吧。是。他总算来了。这许久不来，我都快不认识了。是啊。武帝突然登门，有何贵干？四哥大婚之后，沉迷闺房之乐，足不出户，做弟弟的很是想念，这才登门拜访，顺便给嫂子带了一些礼物，也算是一点心意啊。那本王就先谢过了。自家兄弟哪用得着客气啊？对了，听说四哥最近追查的京城贪腐案有了进展。怎么，武帝对这个案子也感兴趣？四哥向来秉公执法，嫉恶如仇，
做弟弟的很是佩服。不过，不妨听弟弟句劝。有些事儿啊，还是需要点到即止的。牵扯太多，朝堂震动，于国于己都不是好事儿。那些贪官污吏目无国法，罪不可恕，对他们点到为止，就是置我大圣百姓的安危于不顾。武帝这些话，似乎不是身为皇子应该说的。四哥，有些时候池子水太深了，如果一心追根究底，难免把自己也栽进去。武帝多虑了，池子再深，也终究是个池子，花点力气，总是可以探得清楚的。倒是这池子里的鱼鳖虾蟹，怕是很快就藏不住了。武帝觉得呢？王爷，姓许的应该被瑞王藏起来了，根本找不到踪迹啊。人证倒是不怕，但那份账册绝不能留。瑞王丝毫不顾念亲情，软硬不吃。王爷，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四哥不行，本王不是还有个四嫂吗？本王秦羽见过四嫂。秦羽，谭王，正是。谭王秦羽人设阴险狡诈，秦川追查的贪腐案，他就是幕后黑手。为了阻挠秦川探案，原来的穆小西也被他利用。但我可是作者，还会怕他？原来是谭王殿下，哼，幸会幸会。早就听说嫂子天姿国色，今日得见，名不虚传啊。哪里哪里，王爷也是生的一表人渣呀，一表人才。嫂子对四哥一往情深，京城皆知。如今与四哥大婚告成，本王由衷恭喜。不过听说四哥对嫂子却多有冷落。哎呀，这婚都结了，凑合着过呗。再说了，皇上赐的婚，我还能离了咋的？嫂子莫要故作坚强，本王这儿恰好有份奇药，名曰情人露。只要让四哥喝下，四哥立刻对嫂子爱入骨髓，死心塌地。怎么样，嫂子想要吗？只要帮本王一个小忙，这情人露双手奉送。王爷，这么宝贝的东西，您还是留着自己用吧。秀儿，我们走。第2个任务触发，任务目标：与谭王秦羽结盟。任务说明：答应秦羽的合作交易并完成。他提出的要求，若3天内不能完成，任务失败。我去，这个时候出新任务，武帝，这么宝贝的情人露，我要了。说吧，你有什么条件？嫂子真想要？想要，谁不想要？天打雷劈！其实本王的条件很简单，只要嫂子从四哥那儿偷到贪腐案的账册来交换，这情人露就给你了。成交。那合作愉快？合作愉快。傻缺。
有什么事吗？我是看王爷天天没白没黑的工作太辛苦了，所以臣妾特地亲自做了冷狗，来给王爷补补身子。从这几日你对待本王的态度来看，突然如此好心，让本王想到一句话：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你看你这个人就爱多想。萱儿，哦，是。噔噔噔。王妃，这是什么呀？龙狗啊！狼狗？这长得一点也不像。反正是好东西，快尝尝吧。哎呀，王爷，你这书房真是又大又宽敞啊！这账册到底会放在哪儿呢？当时袁巨情只写了账册藏在一个暗格之中，可是暗格在哪儿呢？哎，不行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要赶紧把它偷出来交给谭王。看着我干嘛呀？吃呀，热乎着呢。他们怎么都盯着我看呀？该不会是开始怀疑我了吧？不行，今天人太多，不宜行动，我还是再找机会吧。是不是我在这儿，你们不好意思吃啊？没事，我先走。你们好好的品尝一下我们现代的美食，好好吃啊！狼狗，汪！这王妃怎么奇奇怪怪的？账册，谭王。王爷，您说什么？他想要偷取账册，交给谭王。王妃啊！哇，这想不到，这唐王把王妃都收买了。还有那神秘人袁巨情，似乎也参与其中。那王爷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按照我的小说设定，这晴川啊就是个典型的工作狂，兢兢业业，为国为民。说起来还是个挺让人尊敬的人。坏他的事儿多少有点于心不忍吧。不过完不成任务我也回不了家呀。这账册还是得偷到手才行。这么重要的政务，晴川保管的有点草率呀。不过按照原剧情，这晴川没了账册，贪腐案缺少关键证据，无法推进，数月的辛苦全部泡汤，被老皇帝追究问责，又被谭王趁势打击，简直不要太惨。管他呢，反正我原剧情就这么写的，我干嘛心疼他呀？都说虐我
文的主角是后娘养的，我这虐的好像是有点过头了吧？算了，当一回亲妈吧。仙儿，笔墨伺候。哎呀，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果然有两下子，这情人路就归嫂子了。保证四哥喝下之后，从此对嫂子如痴如醉。那既然交易完成了，咱们就再见了。不送。他果真跟谭王勾结一起，真是是非不分，助纣为虐。可是属下奇怪的是，王妃偷走账册后，又花了半宿时间抄录了一份送了回来，他究竟是何用意啊？或许他以为这样做，本王就不会察觉账册被偷被换的事情。可是这账册无论从外形还是笔迹差异都非常大，他不会以为能瞒住王爷吧？他怎么想，本王并不在意。这个蠢笨的女人，本王恨不得立刻把她驱逐出府。任务只要我偷账册，可没说不让我把账册多抄一份。现在我的任务搞定，秦川查探府案也不耽误，只有傻子秦羽一个人受伤的事件完成了。哎，这个呢？你就拿去喂猪吧。我去啊！哦，是。啊，穆小西呀，穆小西，你可真是个天才。我去，谁有屁股啊？属官，属官，属官，你出来！因为你的任务失败了，所以按照惩罚，不但要被天雷轰顶，而且还要被扣除灰城碎片1块。哎，可我已经把账册交给秦羽了呀，凭什么说我失败了？给我！因为你偷到的账册是假的，所以你的任务失败。假的？不可能！哎，属官！不可能啊！我根本没写这种剧情啊！在原来的剧情里，徐掌柜是被雷给劈死的，现在他没死，账册也变成假的了。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？哎呀，看书呢。喝点茶吧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我就是从这儿路过，看见你了，跟你打声招呼。约法3章第2条，如非必要，不许出现在本王面前。你到底还要本王说几遍？哎呀，大
大家都这么熟了，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？那若是本王偏要翻脸呢？我就是想过来提醒你一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徐掌柜是拿假证据来骗你的？笑话！你真当本王像你一样无知吗？况且，你不过是个挂名的，本王的事，少插嘴。你今天吃火药了？怎么这么凶啊？对你这种人，还想本王客气？司清川，亏我还违背原剧情，辛辛苦苦手抄了一份账册留给你查案，真是好心没好报。好，约法三章是吧？我记住了。等一下，等什么等啊！我再出现在你面前，我穆小溪的名字倒过来写。王爷，这账册确实跟属下抄录的那本假账册一模一样。他偷走账册的目的，显然是为了帮助谭王。可是留下一份一模一样的，岂不是让前面的功夫全部白费？照这样一来，谭王会以为您没了账册，便会放松警惕，更加方便查案的推进。那这么说，王妃不是为了帮谭王，而是为了帮您啊？可是，他为何要帮助本王呢？王爷，王妃对您的爱慕之心，京城皆知。当她知道谭王要对您下手的时候，便挺身而出，是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您看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他虽然确实贪图本王，但这件事情也算帮助了本王，是本王错怪他了。对了，那个神秘人袁巨情似乎也参与其中，对他的调查必须抓紧。是。王爷，您既然听得到王妃的心声，那何不就从王妃身上下手，多听几次，肯定会有收获。本王也是这么想的。王爷，王爷，王妃刚刚收拾行李出门回娘家去了。西西呀，你这才走2天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感情破裂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和秦川就正式分居。哎呀，胡闹！这小夫妻过日子难免磕磕碰碰。当年我和你娘也吵过架，你娘那人可不是一般。通情达理呀。西西呀，这个你得和你娘我好好学学啊。这夫妻嘛，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你也别和王爷太较真儿啊。反正我不回去。老爷，瑞王殿下登门求见。他来干什么？不见。姐，自家姑爷客气什么？快请。是。西西啊，给王爷加个菜。我不加。无碍，本王自己来。王爷，我这女儿啊，被他娘给惯坏了，给你添麻烦了啊。本王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。王爷言重了，这小两口有矛盾，很正常嘛。是啊，都是拜了堂洞过房的夫妻了，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？说开了就好。洞房啊？怎么了？这刚才还在练独门绝学，这怎么又醉过去了？
王爷跟那个护卫之间真的有问题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借酒消愁，愁更愁。你说咱们王爷啊，才貌双全，文韬武略，偏偏在这男女之事上不行啊！你说作为男人谁受得了？这可怎么办呀？咱们得帮帮他。岳父大人，王爷，你醒了？天已经这么黑了。是啊。王爷，酒大伤身，以后可千万不能喝这么多了。今夜天色已晚，王爷无论如何也要在府上住上一夜。不必了，本王还是回府吧。哎呦，王爷呀！男女之事上力不从心，王爷不必气馁。这是京中名药，吃上几粒，保证王爷生龙活虎。岳父大人，您误会了，本王真没有事。哎呀，西西不知道，本王真不需要。你需要，王爷。哎呀，西西，西西呀，今晚王爷留在府里过夜，你要好好伺候啊。啊，那男人嘛，偶尔有点意外很正常，你要多体谅，以鼓励为主啊。我鼓励个大头鬼啊！事先声明，我可不跟他住一个屋。啊，无妨，那边分房睡。哼。你老盯着我看什么？奇怪。办法都试了，还是听不见。这牵手也不行，喝药也不行。罢了，此事打住吧。我想呀，应该就是个误会。不，属下觉得不该轻易言弃。您就再仔细想想，就真没有其他特殊的事情发生了？似乎真有异象发生。原来如此，哼！哎呦，这是吧？大可不必。王爷，您不必羞涩，为了您的他心头能力，属下甘愿牺牲。来吧。不必牺牲了，你好好活着吧。不牺牲属下，那您去找王妃试试。荒唐！本王岂是那等出卖色相之人？这小子不错啊，男子汉大丈夫就要越挫越勇。啊，我给自己备了点儿，年纪大了，
情有可原嘛。年轻的时候我也没见你厉害过呀。我年轻的时候我小点声，咱们是来解决王爷跟小溪的事儿，你自重一点。走。摇曳的烛光诉说夜的心事，思念你的我此时用仰望来代替，飞舞的落叶藏着不声不响的希冀，衡量着我为你呼吸的频率。夫人呐，真有你的。谁？谁在那儿？晴川，你大半夜的在我房间干嘛？啊，这是你的房间啊？啊，本王，过来参观参观。参观参观，这种理由我会信吗？那本王要是说我在梦游，你该信吧？大哥，你编理由也用点心好不好？再说了，这句话的版权是我的。说，是不是酒后乱性、见色起意？绝对不可能。哦，那你倒是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啊！本王真的是在梦游是吧？行，还记得上次我梦游的时候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我可没忘。你把门锁了，你还想对我瓮中吃鳖啊？来人，有没有人？来人！来人！
怎么闹出这么大动静？还不是你出的馊主意。昨晚本王进屋之后，门不知道被谁锁上了。啊？那昨晚上听到了？啊？不是，我是问，那您能听到王妃的心声吗？当时那种情况，本王哪还顾得上这个？哎，也不知道是谁脸皮这么厚，在这气定神闲的，跟没事人一样哈。你听本王解释，昨晚真是误会。哎，是我懂，梦游。你笑什么？昨晚上是不是你？没有，小人可不敢。这个秦川我比任何人都了解，他不好色，也不会酒后乱性。昨晚确实有些奇怪。你盯着我看干嘛？本王在看风景。本小姐就是特意过来告诉你，以后不许进我房间。赵铁，属下在。本王又能听见了啊！能听见了？对，太神了，王爷。是啊，可究竟是何原因导致的？这是何原因？就属下这个笨脑子，属下也想不通啊。那王爷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经过这几日补充搜查，贪腐案的证据已经铁证如山。你带着本王的信物，将涉案官员全部擒拿，交3法司会审，揪出幕后主使。本王会接着探查原剧情的底细。遵命。贪官，这群贪官终于遭报应了！王殿下，我现在王殿下，这个王大救小弟呀！谭王殿下，对不住了，跟我走一趟吧。这是何物？歪饭，饭歪了。这个呢？这鸡，你看鸡头、鸡嘴、鸡爪，这个鸡的爪啊，相当于人的手，鸡手，手鸡。那这是何物？这个呀，雪糕。这昨天来的时候，这雪这么高，这是天一热化了，凉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属下也尽力了。这些还没解决，新的又来了。海地牢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海地牢，那顾名思义，肯定就是建造在海边的秘密牢房。那这卫生巾属下肯定知道。你看，心肝脾胃肾，找个大夫问一问，肯定有线索。这个胸罩，动动你的脑子，这胸罩自然是找算命先生了。王爷英明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宫中来人传圣旨了，正等着你和王妃呢。3日后，朕将于宫中设宴，考教诸皇子诗词，则优胜者委以重任，钦此。阿哥，父皇以春月别为题，考教诗词，
圣者可代父皇接见北庆使团，此事大有深意啊。没错，我朝惯例，只有太子才能带皇上接见外国使团。父皇素来喜爱诗词，这次考教，极有可能是在斟酌太子的人选。大哥一向体弱多病，难为人君。二哥你是最合适的。不过老四刚破了贪腐案，风头正盛，让老五削爵禁足，要胜过他，可不容易啊。本王爷正在为此事发愁。三弟，你足智多谋，可有何好办法？小弟一向支持二哥，自然要替二哥排忧解难。小弟有一名暗谍埋伏在四弟的府上。哦，只要二哥，好啊，妙招，就这么办。好。第3个任务触发，任务目标：阻止秦川得头筹。任务说明：皇宫诗会中，皇帝判定的诗词最佳之人不是秦川，则任务成功；否则任务失败。哦，原剧情里秦川呕心沥血写出来的好诗，被内侍小丁偷去了诗稿，结果最后在诗会上，二皇子抢先念出了秦川的好诗，让秦川无诗可念，最后二皇子拔得诗会头筹。这任务简单，送人题啊。乐观一点呢是好事。如果你这次再完不成任务，小心灰飞烟灭。祝你好运。小丁，小丁，王妃，你就是小丁啊？王妃，您不是认得小的吗？啊，是啊，我就是确认一下。你这是干嘛去啊？这是厨房刚切好的西瓜，正要给您送过去。哎呦，这种事怎么能让你来呢？我自己来就行了呀。王妃，小的是做错什么了吗？这怎么能让您来呢？你确实做错了，你犯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错误。王妃，小的实在不知道错在哪儿。照顾王爷才是你最重要的任务，其他的你什么都别管。可王爷吩咐也要把王妃照顾好。王妃的事儿都是小事儿，王爷的事儿才是大事儿。王爷最近为了准备诗会劳心劳神，我是担心的日夜睡不好觉。此时此刻，你就应该待在王爷身边，好好照顾他才是，明白吗？王妃疼惜王爷，令人感动。小的谨遵吩咐。那你还跪在这干嘛呀？快去啊！是。任务就靠你了。王妃，小丁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指挥他们打扫卫生啊。照顾王爷才是你最重要的任务。照顾王爷？贴身照顾，明白了吗？小的遵命。去吧。是。不会暴露了吧？要给康王丞相汇报一下。小弟儿，干什么呢？你那鸽子干什么呢？王爷最近作诗辛苦。贴身照顾。是，王妃。争点气。是。
大点声。是。这还差不多。吓死我了！还好有王妃解围，是我多心了。王爷，你那边可有进展？属下无能，还是毫无线索。属下最近找了很多大夫和算命先生，都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。这王妃这边，除了最近对小丁的关注多了一些，其他的也并无什么异象。小丁，弄清楚缘由了吗？属下已经调查清楚了。这王妃啊是体恤王爷，所以让小丁尽心照顾。这王妃毕竟还是深爱着王爷的。晴川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该不会诗还没写出来吧？你似乎对待本王作诗的态度尤其积极啊！瞧你这话说的，咱俩是夫妻嘛，这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啊！如果你得了头筹，那我也更有面子，是不是啊？嘿，这马上就要进宫了，他再不赶紧写出来，小丁都没时间偷他的诗稿交给太王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作诗需要意境，是不是？咱们这个院子看着是比书房意境要好啊？行，我就不打扰你了，你在这儿慢慢做啊，慢慢做，加油！王爷，您是不是又从王妃的心声里听到什么秘密了？他想要小丁偷取本王的诗稿，交给太王。啊！这想不到这个小丁竟然敢背叛王爷，我现在就去把他抓起来。等一下，回来，放长线，钓大鱼。来，小丁，快！你看看这桌子都脏成什么样了，快收拾收拾。铁哥，啊，这也不脏啊。不脏吗？这还不脏吗？啊，收拾。王爷，你诗做的怎么样了？终于做出了本王满意的诗句。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！明日宫中诗会，您必拔得头筹啊！好了，本王做这么久也乏了，你替本王务必把这些诗句都收拾好了。是。铁哥，您陪王爷去吧，这儿我来吧。上道啊！哎，要不还是得说你年轻人，有眼力劲儿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好好干啊！快收拾吧。哎呀。他怎么在这儿？这个赵铁怎么也盯着小丁啊？难道说诗句没有偷成功？不应该呀，我应该没看错才对。上次偷账册的时候，也是表面上一切顺利，但最后却失败了。万一这次再失败的话，
不行，性命攸关，我还是得实地勘察一下。对呀，我当时写这段的时候，给秦川写的3首诗都是网上查的名诗啊，不是这3首啊。难道剧情又有变？上次账册变成了假的，秦羽这个大反派本来有很多戏份的，结果直接领了盒饭。那这次诗词也变成假的，二皇子岂不是坑不到秦川了？他这个虐文男主怎么直接变成爽文男主了？还好我背过几个，直接给你换3首。秦川啊秦川，你可是我写出来的，翻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治国之道，文武并重。今日考教诗词，拔得头筹者，朕将重用。如今正当春日，第1首便以春为题。月儿，你先来。儿臣领旨。春风多可太忙生，长共花边柳外行。雨燕作泥蜂酿蜜，才吹小雨又须晴。怎么会这样？想不到吧？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。要不是我出马，太王就掉进你的坑里了。淡定，淡定，淡定。秦川不可能知道是我把他的好诗给了太王的。完不成任务的话，我小命就不保了。只好委屈一下你了。好诗啊，皇上！太王殿下此诗写春似写人，格调清新，体悟入微，实乃佳作呀。不错。老四，本王这诗你看如何呀？父皇，二哥的诗写得这么好，儿臣自知是接不住的。四弟向来诗才出众，不如就让四弟先接。川儿，就你先来吧。唉，只可惜我不能参加诗词 PK， 不然随便来1首都能惊掉你们的下巴。鹰帘鸡翅印苍苔，小扣柴扉久不开。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鹰帘鸡翅印苍苔，小扣柴扉久不开。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啊，什么情况？他竟然做出了流言不值。瑞王殿下此诗用词精妙，情景交融，初看只是由缘所感，细品却有一番大道理在其中。意境远超太王殿下，妙绝呀，皇上！朕也没想到，川儿的诗词造诣竟高到如此地步。
本王很好看吗？切，谁说你好看？奇怪，这大圣国不是架空的吗？没有唐宋元明清啊？难道这秦川这么厉害，竟做出了一模一样的游园不值？赏春不可不赏月，这第2首便以月为题。父皇，儿臣先来。秋宵月色胜春宵，万里天涯竞寂寥。近来树叶飞霜重，只为娑婆树叶凋。此诗起伏有致，委婉曲折，颇为不错。月儿，你最近进步很大呀。谢父皇夸奖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这古往今来写月的诗啊，能超过这首的可不多。哼，我倒要看看这次你能做出什么花来。川儿，还是由你来接吧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什么？这也能做出来？情景相衬，望月思乡，见此清新朴素，却又回味悠长。瑞王殿下是经世之才呀！此诗确实非凡，立刻传抄天下，供读书人赏析。看来本王确实很好看。不科学，太不科学了，这怎么能知道的？这第3首以送别为题。说起送别诗，我最喜欢别董大了。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要是这次你还能做出一样的，我就把脑袋给你当球体。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皇上，此诗情感浓郁，意境非凡，是为经世之作呀。瑞王殿下3首之诗，皆为上乘之选，必将广传天下。这是皇上之福，也是我大圣国之福啊！完了完了，这头筹一定是他的了。任务失败，我小命难保了。诗才绝艳，实乃我皇室子孙之表率。川儿，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开口，朕定当满足。父皇，儿臣不要奖赏，儿臣斗胆，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我国与北庆国作战，虽遇挫折，但精锐未失。此时割地纳贡议和，绝非良策，请父皇驱逐北庆使团，停止议和。今日只论诗词，不论朝政。父皇，北庆国外强中干，此刻开战定能获胜，割地赔款，无异于以身饲虎啊！朕说了，此事容后再议。虽说这剧情变了，但秦川的品性丝毫没变呀。不谋私利，一心只为江山社稷，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但我也被他害死了呀。大胆秦川，你这是公然抗旨，藐视皇上！满
朝文武大多支持议和，难道众人皆醉你独醒不成？父皇，老四如此骄狂，必须严惩。还不退下！父皇，儿臣可退，但北县将士不可退，我大圣百姓不可退，请父皇三思啊！放肆！来人，人拖下去。等下。小溪，你是要替你夫君说情吗？皇上，今日虽是考教诸位皇子，但臣妾也准备了2首，斗胆，请皇上品评。干什么？快回去！哦，你也会作诗，且坐来，让朕听听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好词啊！寥寥数句便将满腔悲愤跃于纸上，浑然天成。朕也没想到，小溪竟有如此才华。朕听着词里诉的是故国忧怀之情，小溪何故有如此感慨？臣妾曾看过一本闲书，书中有一个名为南唐的小国，国主喜爱诗文，厌恶战事，被强国入侵时屡次以割地来换取和平。可敌国君主却说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，最终将南唐灭国。灭国后，很多投降的大臣却依然能在敌国当官，但国主却不再是国主，沦为阶下囚。思念故国，怀念往昔的荣华，却不可得，怀着无穷无尽的愁思，郁郁而终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父皇，他分明是刻意应试。父皇，莫小心刚才在胡言乱语，一切都是儿臣的主意，与他无关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啊！愁绪悠长深远，又如潮水汹涌澎湃，堪称千古绝句呀！只此一首，王妃便可跻身当世词宗。朕也没想到，小溪竟有如此才华。你词里的深意，确实令人警醒。皇上英明神武，与那书上的南唐国君自不相同。我大圣国军容鼎盛，马壮兵强，将士们一心杀敌，报效君王，其战役气魄可冲霄汉。臣妾斗胆，也曾为我大圣国将士做过一首诗。念：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北庆终不还。我大圣国将士都是好样的。区诗作，难抒我大圣国将士融资之万一。皇上，以斗争求和平，则和平存；以妥协求和平，则和平亡。北县战事，以皇上一言而决，一决而定。臣妾在此，预先为皇上贺。儿臣为皇上贺。好一句，以斗争求和平，则和平存；以妥协求和平，则和平亡。议和之事就此作罢。我大圣国和北庆国，沙场上见真章。皇上圣明。众爱卿平身。谢皇上。皇上啊，那今日诗会谁是头筹啊？今日本是考教诸皇子，但小溪身为王妃，也不是外人。传儿，朕的意思，这头筹
就定给小溪，如何呀？儿臣并无异议。谢皇上。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你还有脸叫我二哥？你说，是不是你派的人偷错了？从他刚才的表情看，肯定没偷错，那几首诗肯定是现做的。现做？哎呀，老四之才，恐不如斯啊！你还有脸夸他？我没有。穿越者，穿越者。王爷，王爷，这几首诗已经风靡整个京城了。字字珠玑，读之令人口齿生香。王妃的才华之高，怕是令本王此生都难以望其项背哼，哎呀，这以前看不上的时候，张嘴闭嘴都是那个女人，现在才华动京城了，开始叫王妃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也没说。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王爷，这又是您从王妃心中听到的奇怪词语？这些词儿啊，是一个比一个奇怪，实在感动。但是这个穿越者，那不就是新月王爷的意思吗？你也这么觉得？当然。那你惹怒皇上的时候，王妃是挺身而出为您求枪，那已经风靡整个京城了。哎，王妃对您啊，可谓是用情至深。本王也是这么想的，尤其是当他劝父皇那番话的时候，以斗争求和平，则和平存；以妥协求和平，则和平亡。言简意赅，却振聋发聩，真是本王的知音呐。可是，这唯一让属下不解的是，这王妃为何一直装出一副轻浮的模样，且屡次参与到针对王爷的阴谋中呢？自然是被那袁巨情所胁迫。据本王从王妃的心声中所得知，这袁巨情甚至都可以掌控她的生死。这么厉害？那这袁巨情，她到底是谁呢？无论她是谁，本王的女儿绝对不允许他人胁迫。传本王令，调动所有能调动的暗卫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把她给本王挖出来。遵命。不对，我书里给秦川的人设确实有文采，但也不至于是李白、杜甫啊。那几首诗他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呀？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，上次的账册、上上次的证人，都跟我书里写的不一样啊。书官，书官，书官，你出来！书官，我问你，最近发生的剧情都跟我写的不一样啊，是不是你在捣鬼？并不是，这个世界呢在正常运转，就是因为你会有点小插曲。因为我？当然了，但是这件事也没什么大不了，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完成任务就好了。我要恭喜你，你的任务完成，获得回城碎片1块。哎，那我，哎，书官啊，真是我的问题。
袁巨情？是啊，小人是袁巨情。你叫袁巨情？是我，在我们怡红院，谁不认识我呀，王爷？你也叫袁巨情？我不是，他叫袁巨情。这就是你找的袁巨情？属下办事不力，请王爷息怒。起来吧。这袁巨情的身份确实高深莫测，如此大力寻找，居然没有他的一点消息。不过此人三番五次的针对本王，本王倒是不惧。但希儿因为本王多次违抗他的命令，若是他因为本王受到伤害，本王也绝对不容许。这王妃愿意为王爷做出这么大牺牲，安宁之心那可是天地日月可见。但是王爷您呢，一直就是冷眼相待，让王妃无法依靠。这属下觉得吧，您对王妃加以关怀，让她知道您是真的把她当成妻子，这样她肯定愿意把袁巨情的线索坦诚相告。有道理。不过本王也是这么想的，她既已是本王的妻子，本王就是她的依靠。不对啊，在我的小说里，晴川是个倒霉蛋，结果现在账册没丢，栽赃没成，诗会还拔了头筹，怎么他一切都顺风顺水的，全都变成我倒霉了？难道说是我离他太近，倒霉体质转移了？不行，我得赶紧算算。原来体质真的会转移呀！看来我以后得离他远一点。我看看，这是何物？星座图。何为星座图？换句你能听懂的话来说呢，就是侧吉凶。结果如何？大凶，水逆。无妨。你既嫁到我瑞王府，一应风雨，本王自会替你挡下。若是你有什么苦衷难处，皆可以告知本王。啊？你放心，本王向来一诺千金，金口玉言，你不必顾虑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本王是说，你刚才听了本王这番话，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或者产生什么想法？有啊，我想，我得离你远一点。对，远点，再远点。哎呀，越远越好。王爷，怎么样？好像又听不见了。啊？从洞房到第一次听不见，是7日；在幕府找回能力到今日又是7日。看来这听取心声的能力，时效就是7天。这王爷刚刚说的那番话，王妃听完之后定是感动万分。她虽然嘴上不说，可是她的心里早已思绪万千。王爷，您就再去亲王妃一次，听取心声。这袁巨情的身份啊，肯定能水落石出。可本王上次趁她入睡的时候，行动都差点被发现，这次没那么容易。
属下倒是有义气。那日在宫内，多亏王妃出手相助，本王一直都想要感谢你。来，本王先敬你一杯。这家伙突然转性，肯定是不怀好意，我得小心一点。那日希儿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刮目相看，尤其是那一句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堪称千古绝句。你那几首诗作也是不差的，相当精彩。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不过是信手吼得罢了，不值一提。我去，李白在你这儿都不值一提，你咋不上天呢？来，再干一杯。劝酒这么勤，难道说想把我灌醉套我话？希儿，啊？好酒，好酒啊！哎呀，除了诗才词赋，希儿对父皇的那番劝解，更是字字珠玑，令人深省。当时本王甚至都觉得，你就是本王的知己。来，再干一杯。哎呀，哎呦，我这头怎么这么晕啊！不行了不行了，我酒量太差了，不能再喝了。希儿过谦了，像你这种能够做出“不破北庆终不还”这种大气磅礴诗句的人，酒量定是不会差的。不过，本王确实有件事想问你。啊，你问。问。不知希儿身边可否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？你特别想摆脱他，但是怎么都摆脱不掉。他可能还随时可以要挟你，有吗？希儿放心，这里只有你我二人，你大可以放心的说。哦，有啊，有啊，大姨妈。大姨妈。小燕儿，一无所获了吧？跟我玩花招，你还嫩着呢。嗯，不对呀，他摸我头发干嘛呀？他怎么还不走啊？变成我的氧气，没有你的朝夕，像世界末日，风也停下自己，期待一场下在心里的雨，别怀疑，余生我只要你，为你着迷，为你游离，无论多远也要奔向你。你的笑容有种魔力。
什么情况？他刚刚是在亲我吗？他喝多了还是我喝多了？原剧情还没整明白，这又来了个大姨妈。哎，王爷，这难道这穆家还有什么远亲不成？不曾听说。那这就奇怪了，这个大姨妈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王爷，王爷，嘿嘿嘿，那您昨天晚上亲了没有？快跟属下说说呀！这会儿没别人啊！快！那你不早跟属下说？你这能力恢复了，直接去找他试试不就行了？你这把属下难的都……没道理呀！我小说里秦川都快把穆小西嫌弃成什么样了，他怎么会亲我呢？这是什么离谱的展开？难道说他看出来了，我知道他要把我灌醉，所以将计就计报复我？可哪有这样报复的呀？小姐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可让我好找啊！小姐，昨晚您和王爷……胡说！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没有。没有什么？参见王爷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没有你的朝夕，像世界末日，风也停下足迹，期待一场下在心里的雨，别怀疑，余生我只要你，为你着迷，为你游离，无论多远也要奔向你。昨晚上你喝多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不行，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昨天晚上我装醉的事情，要不然太尴尬了。秀儿，在。那个，你不是说还有个那什么事儿吗？事儿？啊，就是你说的那个事儿啊。走。啊？哦。王爷，这王妃这是……她昨晚竟是装醉啊？那您昨天晚上做的事儿，王妃岂不是全都知道了？不对，这次王妃她竟然没有生气，好兆头，好兆头啊！哎，王爷，你现在就去，您就再主动一点。这王妃知道你的心意之后啊，她自然不会有所隐瞒和顾虑了。有道理。成婚前，她曾多次请求本王陪她去书园坊看灯会、逛夜市。不如本王今日就满足她。王爷英明。走。
什么呢？你冷静一点，你还有任务在身上呢。可这家伙确实有点帅，他老这样，我也扛不住啊。不行，我得提醒提醒他。王爷，王妃让我把这个给您。下去吧。是。自重，这是何意？王爷，这是个什么呀？树园，疏园。疏园方，疏园方。王爷，这王妃是跟您确认约会地点呢。这希儿倒是跟本王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殿下，瑞王秦川刚来通告，大圣拒绝议和。北县主战到底，我等此行难有收获了。这大圣工匠的技艺确实高超，所至铜镜，真是将本宫绝色姿容映照得纤毫毕现。殿下，听见了。他大圣北县战事得利，自然不愿和谈。我北庆在大圣京中的密谍司仪来报。说是大圣即将调派10万大军增援北县，这主将人选就是秦川。据说这秦川是文武双全，更有大将之才。若是由他带兵增援，对我北庆大不利呀。这秦川的确是个麻烦。不过，若是大军开拔之前，他这瑞王却与北庆女子私通，传出去，你说这领兵主将的位置还落得到他身上吗？您是说美人计？哎，小姑娘，来看看。果然，没有秦川在身边缠着，连空气都变得清新了许多。哇！好漂亮的花灯啊！王爷，这王妃这般左顾右盼，分明就是盼着您出现了。真好玩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是我不小心。哎，那你快先起来。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怎么了？妾身已经道歉了，姐姐为何还要推我？我没有啊。穆小西，任务触发，任务目标：配合北庆公主完成捉奸在床剧情，让北庆公主与秦川同处一室，并捉奸成功。北庆公主，哦，她是上官如玉，在原剧情里，这可是个标准绿茶呀。为了败坏秦川名声，通过碰瓷穆小西来接近秦川，然后设法让2人共处一室，再主动传信给穆小西，让她捉奸在床。哇，好心机呀！行，为了完成任务，我陪你演。哼，对，就是我推的，怎么了？
你不服气？我是瑞王妃，这位可是瑞王殿下。民女柳如玉见过殿下王妃，刚刚确实民女不识大体，碍着王妃走路了。王妃生气也是情有可原的，殿下切莫要责怪她。正，这个茶味太正了，快，冲我发火呀！既如此，你已经道了歉了，我们就不会再追究了。走。这就走啊？你平日里不是最讨厌这种仗势欺人的人吗？现在大伙都看着呢，这个时候走，有失你王爷的体面。本王认为，维护夫人才是夫君应尽的责任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刚刚仔细的想了一下，确实是我的责任。你看，哎，这胭脂盒都碎了。我知道前面就有一家胭脂铺，走，我带你去买盒新的。走，很近的，来。王爷，什么情况？被欺。柳姑娘，随便挑，看中哪款，咱们比一比，看看谁化的妆更美。王妃姐姐容貌无双，妾身是蒲柳之姿，岂敢与姐姐争艳？哎，此言差矣，不比一比，怎么知道呢？哼，这回啊，必须让你赢得明明白白，本姑娘豁出去！柳姑娘的妆容清新淡雅，气质出神，但王妃的妆容更显浪漫可爱，天真稚气。在本王看来，相比柳姑娘的一世出尘，王妃的妆容更胜一筹。来，柳姑娘，咱们呀，再试试这个。妾身不像姐姐出身将门，这般武夫蛮力之事，实在是难与姐姐相比呢。茶，太茶了，顶级龙井啊！茶的好，这种娇滴滴的类型，哪个男人看了不喜欢呢？我大圣以武立国，尚武之风刻于骨血，像王妃这样有巾帼之气的人，才更值得称赞。殿下所言甚是，妾身也正想学习一二，不如您教教我。本王也是有妻室之人，我教王妃吧。我不用，我真不用了。青春，记住，我真不用。辨析凝神，他用，持弓要稳，就他呀。下盘入正。好剑，王爷真不愧是我大圣国的天之骄子。柳姑娘，要不我来教你？怎么？赵铁的剑术不比本王差，柳姑娘不想学了？妾身自知没有天赋，还是不麻烦了。只是羡慕王妃姐姐有殿下这般男子百般护佑，在外遮风挡雨，才能过得这般快活。妾身不像姐姐，却只是心疼殿下。男女成对，应当相互扶持。你只见本王教王妃射箭，对她照顾，
却不见他于大殿之上为本王慷慨陈词，冒死相护。如此看来，却是本王欠他良多。哦，对了，还忘了问柳姑娘年庚几何？妾身今年年2。念2。这样算来，还比王妃虚长2岁。这声姐姐叫的，未免太过自谦了吧？可恶！本宫这般姿容，主动委身相迎，这秦川却与石头一般无动于衷，简直……属下已调查清楚，那柳如玉便是北庆公主上官如玉。此番北庆进京的使节名册上，并没有她上官如玉的名字。她能够如此顺利地进入京城，说明在城中必有密谍接应，必须盯紧。是。一个上官如玉，还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让本王担忧的是，这北庆公主似乎也受到这袁巨情的控制。这想不到此人手眼通天，竟已至此。不论如何，本王与希儿都不会受到此人的控制。王爷今晚这般维护王妃，王妃定是感动不已啊。本王听希儿的心声，他认为本王有毒，还佩服本王是个老六。不过，若按照排名来算的话，本王怎么也应该算是老4了。是啊，这难道是王妃的家乡话？老六，老刘？不，这大概是在夸奖王爷忠贞不二。那如此看来的话，你在本王的心中也是个老六。不，王爷过奖了，您才是老六。你是老六，您是老六。来，您是老六，本王赏你个桂花糕吃。谢谢老六。老六，昨日多有失礼，妾身本就想登门致歉，没想到王妃会主动相邀。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我对柳姑娘那也是一见如故呢。我让你主动，你怎么也不给我争口气呀？看来还得我亲自出马。果然是个蠢女人，倒是省了本宫力气了。哎，柳姑娘，我带你上前面花园看看吧。好。王爷，底细都已经摸清楚了，京中的北庆密谍都已经在咱们的掌握之中。可有袁巨情的下落？还是毫无线索。那咱们就等着这位柳姑娘有什么行动吧。此处环境合适，只要找个地方，装作被那个蠢女人推下去。这花园清幽雅致，水塘里还有金鱼戏水呢。二位在此恩爱度日，真是令人羡慕呀。柳姑娘若有喜欢，以后记得常来哦。还在这磨磨蹭蹭干嘛呢？算了，还是得我来。柳姑娘，你看那儿，什么呀？下去吧。
儿再可爱，你也不能下水呀。妾身做错什么了？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秦川呢？王爷在外面。在外面？你在干嘛呢？看不出来吗？悬丝枕蔓。悬丝枕蔓有必要悬这么长的丝吗？你能听得见脉动吗？有何不可？况且，本王与柳姑娘男女有别，共处一室，难免让人误会，还是应该避嫌一点的好。你不是送汤吗？快去吧，免得凉了。我现在就去。这个贼狐狸，平时没见他多客气，今天倒是给我整上难得这一套了。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生物课完不成。给他来点厉害的。王妃太客气了，我其实可以睡客房的。那哪行啊？咱俩这关系一见如故，亲如姐妹呀，必须一个窝。走。要是让你睡别屋了，我这计划该怎么办？王爷，王妃说她身体不适，您快去看看吧。希儿，人呢？秦川，你们两个狗！哎，人呢？人呢？殿下息怒。密蝶司情报有误，这秦穆二人根本并非外界所传那般不和，只是秦川的幌子。还有那个穆小溪，好算计啊！本宫真是小看了他。昨夜把我绑在身边，就为了看住我。随后又算到我要偷去秦川屋内，他竟又提前一步把秦川喊到自己屋里，让本宫白白扑空，还得费心道歉解释。哼，这两人竟没一个好相遇的。殿下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寻常手段难有收获，那就别怪本宫下狠手了。王爷，有人送了一张纸条。他们终究还是按耐不住了。完了完了，任务要失败了，这
这什么猪队友啊！这秦川莫名其妙手难得也就算了，我都把他骗进屋了，你上官如意还跑出去干嘛呀？唉，这下又提前15斗了。小姐，刚刚门口掉了张字条。我去，这都能翻啊！好姐妹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小姐，您去哪儿啊？捉奸。捉奸？柳姑娘找本王来，说是有要事相商，事关王妃。现在可以说了吗？殿下着急什么？才进屋里，先试试妾身为您准备的茶水吧。茶已饮过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外界总传闻王爷王妃关系冷淡，想不到王爷对王妃其实如此关怀，真是令妾身羡慕。本王也没想到，柳姑娘看似娇弱寻常，其实身份并不一般。或许本王该叫你上官如玉。不愧是名满天下的瑞王殿下，本宫还是低估你。但你既已知本宫身份，为何还会应约前来？柳姑娘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？本王此来只为一事，原剧情究竟是谁？柳姑娘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？本王此来只为一件事，原剧情究竟是谁？莫名其妙。本宫原先计划不过是利用穆小溪，让你名声败坏，难以领兵。但如今你既已知本宫身份，那就别怪本宫对你不客气。都进来吧。来人啊！公主殿下要等的人，怕是等不到了。不过这茶的味道确实挺特殊的。相比之下，你这下药的功夫比某人差远了。赵铁，属下在。王爷，您交代的任务，属下完成了。按照原剧情走，这捉奸的桥段就是发生在水榭阁。没想到啊，兜兜转转，剧情还是没变嘛。哼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这对狗男女给我出来！怎么大家都跪着呀？完了完了，全完了！本来要使用美人计的，这下怎么变成苦肉计了？北庆公主被抓，她后面还有戏份的呢。这下剧情全变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不行，这里边肯定有问题。
自己查。可以说了吗？妾身败于殿下之手，心服口服。殿下是堂堂君子，难道忍心对我一个弱女子为难吗？两军交战，不分性别，只分敌我。本王今日若是对你有1分同情，便是对我大圣将士的10分背叛。你认为，本王会如何选？本宫乃北庆公主，按照外交礼节，也不该被如此对待。我北庆使团必要头举面圣，到时候看你如何交代。此番进京的名册，并没有你上官如玉的名字。既然没有你的名字，本王不过是抓了一个嫌犯，又何必对外人解释？我密迭斯在京之人已被你一网打尽，本宫计划也被你识破，你到底还想在我身上得到什么？明知故问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剧情，我不知道。王爷，我来试试。哎呀，公主，你看，你身为千金之躯，你要遭这罪，您就招了吧。根本就没有这个人，我怎么招？你算什么人？本宫面前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给我跪下！那我要真跪的话，你可得真招啊！哎，招吧！滚！看什么看？再看本宫把你眼珠子挖出来喂狗吃！快滚！泼妇，滚！王爷，想不到这北庆公主，她虽是女子，她性格却如此刚烈。她宁死也不肯说出原剧情的线索。她越是如此，越能说明此人身份之重要，连她这公主都要替其隐瞒。只可惜本王的能力对旁人无效，无法探知她的心声。那，要不，还是再找王妃试试？只能如此了。原剧情，这名字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等一下，这怎么感觉听着有点耳熟呢？原剧情，原剧情，原剧情。等一下，原剧情。来，尝尝这个。哦，这个也好吃。都尝尝啊！嘿，来，王妃特意准备饭菜，辛苦了。哎，
我不辛苦，王爷才辛苦啊！王爷每天都要忙于政务，太辛苦了。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那柳姑娘竟然是北庆的奸细。王爷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你怎么查到的？怎么查出来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其实他也是受人指使。不过你放心，无论这个人是谁，本王都会把他揪出来的。啊？他还受人指使啊？不对呀，这一段不是只有上官如玉一个人吗？他还能受谁指使啊？希儿，你有什么要告诉本王的？哦，没有。不过王爷，你最近有没有听过什么奇怪的词汇？比如缘什么？没有。没有？真没有。哦，没有。希儿对这个缘什么的很感兴趣。没有。我对他感兴趣什么呀？吃饭。想清楚了没有？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招还是不招？我早说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袁巨奇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2个时辰之后没有解药，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上官如玉这个人了。公主，您就当是为了解药，就赶紧招吧。说不说？啊！我说，袁巨情吗？我知道，他是我们北清密蝶司的人。果真如此，那他到底是用什么办法，让穆小西替你们北庆做事的？穆小西替我们北庆做事？还装？哦，对，是有此事。可这穆小西吧，她喜好男色，袁巨情呢，就是以此入手，让他心甘情愿为他所用。你们也都知道的，这男女之事吧，只要喜欢上了，为了情郎，自然是什么都愿意做了。胡说八道！你以为本王会相信吗？千真万确，这袁巨情她可是面如冠玉，风度翩翩，一表人才。大姨妈是何人？大姨妈是他俩之间的媒人。海地牢又是什么地方？是他俩私下会见之所。济公宝是什么东西？定情信物。胸罩呢？胸罩，这个殿下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你就放过我吧。不必再说，已经够了。哎，晴川，就这样走了，晴川。我的解药呢？解药？嘿嘿嘿，那就是一碗水。你这个混蛋！希儿对这个缘什么的很感兴趣。没有。可这穆小西吧，她喜好男色，你们也都知道的。这男女之事吧，只要喜欢上了，为了情郎，自然是什么都愿意做的了。
没道理呀！他上哪知道的原剧情呢？难道说是我说漏嘴了？也不对呀，会不会是我想多了？他说的那个原剧情，其实不是我说的那个原剧情。不行，我还是得去问清楚。秦川，你干嘛呢？哎，你拿。你一个人喝这么多？你来了。我来问你点事儿。怎么，忍不住要关心那上官如玉了吗？还是担心他供出身后之人？身后之人？什么身后之人？还想隐瞒？本王就知道。他生得好看吗？谁呀？想来生的也是极好的，要不然怎么值得你穆小溪付出那么多？啊？别装了，本王都已经全部知道了。什么约会之所，什么定情信物，还有那个大姨妈做媒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难怪当初约法三章你答应的那么干脆。看来呀，你一早就打算为他守身如玉了。你害怕他吃醋是吧？怕谁吃醋了？你真的喝多了，我一句都没听懂。听不懂？好。本王说的是，你穆小溪坐龙望蜀，水性杨花，你支着碗里的，干着锅里的。你什么意思呀？谁水性杨花了？你别以为你今天喝多就可以随便说话。你以为你谁啊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你说我是谁？啊？本王是你的夫君。那不算，你就是个挂名的。你终于说出你的心里话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本王就和你尽破拆分，一刀两断。行，是文化人，就听你的。断就断，断就断。瑞王殿下，功夫了得呀！他们是冲我来的，走。那你怎么办？不想死的话，赶紧把我们公主给放了。有本事就冲我来，走。瑞王挺不识趣，给我上！快走！这北京刺客是冲秦川来的，我留下只会拖累他。秦川是小说主角，虽然倒霉了点，但肯定死不了。等会儿，现在剧情不都改了吗？万一……让开！来人了，快走，快跑！王爷，秦川，一个不留，
是，快追，追！你没事吧？这都出血了还没事啊？我没事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你逞什么能啊你？摇曳的烛光诉说夜的心事，思念你的我此时用仰望来代替，飞舞的落叶藏着怎么一直不说话啊？不祥的希冀，衡量着我为你看我这样包行吗？还疼不疼啊？晚，一点小伤而已。哎，别动！你不是说本王只是挂名的吗？那为何又冒着生命危险回来救本王？那一码归一码，我摘星人后见义勇为不行？到现在，你还不肯承认你喜欢本王？谁喜欢你了？我……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是把你弄疼了？叫你乱说话。宫内诗会是谁冒死相火？洞房花烛又是谁主动献吻？那不算，你还趁我喝醉的时候偷亲我。那本王偷亲你的时候，你分明在装睡，却为何毫不抗拒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看着我，看着我。心底尚能藏尸，但双眼无法瞒人。如今我秦川已然满眼是你，你穆小溪对我究竟是何意？我也不。过去种种，我们都不要再计较了。从今天起，你我便是真正的夫妻，可好？穆小溪，任务触发，下一任务刺杀晴川。什么？